后来，来是台北市大东区郑州路甲西宁北路的路口，发生一件人甲车相争路的纠纷。有一个男子要过斑马线，一台修理车无让伊过，这个男子气呱呱，抓甲脚伸出去挡车。这户汽车驾驶原来真火大，落车来理论，两个人就伫咧大街路顶起冤家。 阮色的修理车向正边要换车道，向有一个当咧过车路穿白衫的查甫人冲过来，伸正脚甲修理车的路挡条，坐落来摕手机对窗仔内底翕，后续佫一直对车咧骂，来来回回挡伫要10秒。 了后，汽车驾驶落车，甲穿白衫的查甫人争论，双方佫一路弯到桥骹，甚至查甫人佫转去到车道顶继续翕驾驶，一直到修理车驶走，查甫人才收煞。两个人伫咧路里喊过的行为，实在互后壁的用路人拢伫咧紧张。重回事发现场，当时白衣男子准备从忠孝国中这一侧过斑马线时，疑似不满休旅车未礼让，因此他直接伸脚阻挡车辆前进，后续双方爆发口角冲突。时间伫咧18下晡4点38分，郑州路甲西宁北路口附近有学校下课，嘛是准备下班的时间，车流甲人拢真济，发生人甲车3子的冲突是真危险。 那个不妥当啊！如果是车子没有礼让的话，他是到时候他被罚就好了嘛。那你赶快走啊！我还看过那个不让你过走来走去的，那个更离谱。目前还没看到过，说实话，我觉得大家都还蛮守交通规则的。 因为郑州路甲西宁北路口是最近台北市摆前10年熬出代志的路口，北市的警察局嘛有科技执法，不过这届因为一时无礼让来引发冲突，加在无造成意外伤亡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